趣，跟王亮他一起，他还有教我一些比较标准的动作，两个至少帮我练半个小时，所以就给我比较多的信心。然后这一次可以来，当然开球真的是很开心，这样热血的球迷。你在美国或台湾有看职棒的经验吗？就是偶尔电视上播的时候会看一下，因为在美国也是很像。一般来说，女孩子来当开球会站比较前面，怎么会想要站在投球上面丢球？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在练球的时候，我也是站在前2、3步。那后来，我投了第一球，他说可以耶。然后我们又练了几球之后，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往后站一点？然后我就说你确定？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可以，因为他相信我的臂力吧。那刚刚是开完后，你对自己表现怎么样？可以打100吗？可以啊。因为我刚刚是现学现卖。所以你刚刚意思是说你是有帮别人开过球？对，这也是帮哪个？现在是兄弟8年前8年前，刚出道的时候。对，刚出道的时候，所以刚刚是整个从头又再次复习一遍。这个是个 nice talk 的好进。那一次我也不太记得了。但这一次是真的有很认真练很久，然后他每一个细节，握球、放脚的角度什么，都有很认真的教我。这一次我觉得我比较有概念。第一次在球场开唱的心情可以分享一下。这次带着新的作品，然后来到球场，我觉得这2首歌真的很适合在今天这个场子，因为都是非常的正能量的，然后又非常的有能量、青春美丽，然后又反正很有力量的歌曲。对，今天在这边为大家带来这2首歌，那我希望他们等一下可以